阿仔坐穩啦，爸爸架飛機要起飛咯。我係 Daniel， 一個好普通、土生土長嘅香港男仔。由細到大，爸爸媽媽都對我照顧有加，好關心我。小心撞沙發。我係一個充滿愛嘅家庭長大。不過我嘅好多事情都被安排，直到將要考 DSE， 爸爸講無論我選擇係咩都會支持。嗰刻我覺得自己好似突然長大咗咁。我好鍾意打籃球，係籃球隊隊長。有一次學界比賽進入4強，但因為我嘅受傷，令球隊失去咗主力，最後落敗，令我覺得好唔開心同遺憾。呢次係我人生第一次接觸物理治療師，感覺好專業，好犀利。我好想好似佢哋咁，唔單止了解身體結構，仲識得受傷後應該點樣治療，幫到自己，幫助到有需要嘅人。我而家已經係大學物理治療系 Year 2嘅學生，讀咗物理治之後先發現，物理治療唔只能夠幫助運動員、老人家同有痛症嘅人，仲可以幫助兒童嘅成長發展。畢業後，我要成為一位出色嘅物理治療師，幫助別人，貢獻社會。呢個係我嘅選擇，亦係我嘅使命。